有一款号做激光海青，伫咧全球生态冲击着船鸥岛的生态。目前伫咱的东沙环岛国家公园，船鸥嘛是受到这款海青的威胁。就算这2冬来是已经刷走要到5万只的海青，不过这的船鸥也是特别去互食了，呼吁政府就应该投入更较侪资源。 激光海青规世界生态吸伫咧石船湖面顶，每一只拢是40公分以上。创水人员一手煮醋酸，一手摕钩仔要甲移除。去年开始，内政部就找志工来斗清。不过，单位东山环岛倒来的船鸥学者陈明书表示，这激光海青脱壳的情形是比以想的更较严重。清楚都比这个预估都代表什么？我们已经超乎预期。那现在我们的 东沙的热带雨林正在失火了。陈明书公布上新的相片，讲这激光海青过境的所在，船鸥差不多拢去互食了，敢若剩骨头。目前监测东沙环岛的南部，这海青分布超过10公里长，海底敢若会当用青惨来形容，底起来是真恶福源。关岛1969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以前。 陈明书表示，虽然一直拢有咧处理，不过这个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会当面对的。应该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这个防治小组行政院下，特别是要政务委员这个等级来，因为这个已经关系到拓展开来，变成全国性的事情。这激光海青也是去防煮醋酸就会烂去。根据关岛的经验，这激光海青的问题若是无去处理，1、2年半就会等甲活的船鸥全部食掉。陈明书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想办法。目前除了垦丁甲绿岛，连家人嘛看会到。国家公园署是表示，去年就已经有组成应变小组来处理，这2年外来是已经移除要5万只，会阁继续拍拼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